立陶宛议会周四称，中国对待维吾尔人的行为为种族灭绝。他们投票呼吁联合国对拘留营进行调查，并要求欧盟委员会审查与北京的关系。美国拜登政府以种族灭绝一词来描述中国对维吾尔人的行为，包括英国、加拿大在内的国家的议会也这样称。不过，北京否认虐待少数民族，谴责各国是出于宣传的目的使用该词。该决议还呼吁中国废除香港的国家安全法，并允许让观察员进入西藏与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会谈。该决议的提案人被中国列入黑名单的议员萨卡丽娜说：“我们支持民主，因为我们不会忘记在共产党政权占领下生活了50年的残酷教训。”路透社指，立陶宛于1940年至1991年在苏联统治下遭受了压迫。该国现在是欧盟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也经常在西方对俄罗斯和中国等共产主义国家推动采取更强硬的外交路线时担任要角。3月，立陶宛表示，今年将在台湾开设一个贸易代表处，此举激怒了北京。欧洲议会就欧中投资协议进行一项投票，决定解冻这项协议。这项5月20日高票通过的决议，对历时7年才在去年年底宣布完成谈判的欧中投资协议构成了重大打击。上述决议以599票赞成、30票反对和58票弃票获得通过。这加剧了中欧关系纷争，增加了欧盟企业获得中国市场准入的难度。欧洲议会此次的决议指出，由于中方对欧盟政治和外交人员的制裁措施，有理由冻结对欧中投资协议的审议程序，并称欧盟与中国的关系可能不会像往常一样继续下去。今年3月，欧盟因中国破坏东突厥散人与其他少数民族而对其实施制裁。北京立即作出回应，宣布对部分欧洲议会成员以及一些欧洲学者、智库进行反制裁。美国一艘军舰驶入南中海巴拉塞尔群岛，也就是中国所说的西沙群岛附近，双方都指责对方的行为违反国际法。中国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田军礼空军大校5月20日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威尔伯号导弹驱逐舰未经中国政府批准，当天非法闯入中国西沙领海，解放军组织海空兵力进行跟踪监视，并给予警告驱离。声明说，美军此行是搞航行霸权和舆论误导，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安全。美军在一份声明中说，国际法不允许任何国家单方面对无害通过设置任何事先通知或事先得到批准等规定。由脱北者运营的南韩传媒每日北韩报道，一名北韩高官本月初注射中国制药物后死亡。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得悉后勃然大怒，下令平壤主要医院禁用中国制药物。报道指，医生一度想为其注射北韩国产药物，但其他医疗人员劝说，指北韩国产药物不应用于如此高级别的官员身上。医生最后改为注射中国制药物，该高官注射后死亡。当金正恩得悉该高管被注射中国制药物后，立即要求平壤主要医院全面禁用中国制药物，就连中国武汉病毒疫苗也被牵连。报道指，目前仍未清楚该高官真正的死因。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办公室和埃及国家电视台说，以色列与哈马斯已同意互相和同时停火。哈马斯官员对路透社说，停火将于当地时间星期五5月21日凌晨2点在加沙开始。停火的消息是在以色列总理的安全内阁星期四晚间在耶路撒冷开会之后宣布。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四下午对记者们说，我准备好随时前往以色列，前往中东，如果这有利于推动走出暴力，并帮助努力改进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人双方生活的目的。此刻我们的聚焦点是希望看到这些消息是真的。